家子弟在外地打拼，客家美味往往就是最大的精神支柱。而来自苗栗头份的温敬荣，29年前呢，他是远赴日本来打拼，在饭店里面担任厨师，刻苦耐劳、不抱怨的客家本性，赢得了日本老板的青睐。尽管他现在不能常常回到台湾，身在异乡的温敬荣常常就煮客家菜，回味家乡点滴。站在熙来人往的街头，这里是日本池袋。傍晚用餐时间，起身在池袋东口的这家饭店，飘散着客家香。大厨温敬荣来自苗栗头份客家庄，在狭小的厨房里穿梭着，正准备客家菜肴。常见的客家小炒，在日本却是不容易被找到。家乡那一味咸菜凤梨炒肚丝，酸酸甜甜，道尽游子在外奋斗的滋味。一转身，温敬荣端上一大锅的福菜排骨汤，那扑鼻而来的味道格外令人怀念。这一道福菜排骨汤，客家菜。客家菜包香迎面而来，温敬荣满意的笑了。客家菜包当好食啊！29年前，温敬荣踏上日本，在厨艺界打拼，偶尔会偷偷想家。姜丝炒大肠哦，有时候回去都会吃，要吃这些，想吃这些东西。这位客家子弟的表现得到日本老板的赏识，汗流再多都不觉得苦，因为血液里流着刻苦耐劳的基因。因为那时候他们别的人做不起来，就是生意一直掉下去，然后他就叫我回来。因为客家人比较耐劳，比较什么事比较会忍耐。采访这一天，温敬荣大费周章准备，原来是有朋自远方来。大家你开始你开始哈。日本客家关东重振会的旗子高挂在墙上，他们相聚开会，也等着品尝家乡味。他们用最温暖的客家话联络感情，偶尔夹杂几句日文。在日本几乎吃不到的客家菜，更别说要买食材，因此眼前这一桌他们特别珍惜。本来这卫生的重量，吃到你也是会上到不哈。嚼一口，心头满是感动，都得感谢温师傅，他用精湛的厨艺，让客家菜不因为远距离而走味。关东的街角，客家菜包出炉了，福菜排骨上桌了，一道道客家滋味，温敬荣精彩呈现，用厨艺品客家，当游子一口尝尽思乡情愁，也尝到感动时刻。